阿面，你做乜嘅啊？我哋看半夜班嘅熱發餅，等下12點，用站會開放人客去買。啊，乜嘅？一下離半夜班還清久呢，一下就一個中年普渡。廿二就唔啲咧，日件熱發餅係當人愛買，無2-3個月以前做本，唔係搶唔到嘅。有樣冇樣，真嘅有暗號式誒。未到半夜班前，根本就搶唔到。故所我真想講，我一下夾來買，移民節嘅時節帶轉去落喎。唔過熱發餅冇啲半夜班來食，一種有些怪奇吼。唔過人家下有講過呀，移民節有係乜嘅？移民節係為咗紀念保衛鄉土嘅客家先民，基本上都啲求啦7年儀式，算係台灣客家人常有嘅信仰。佢會有乜嘅祭典，還係表演法度冇？會有一個當太堂嘅神主太歲，還有客家八音、假花鼓，還個假詩誒。過今日咧就係移民節咧，但係唔想去看下冇？因為下禮拜吼，我早起啊又會拜普渡啦，嘅下禮拜哦，我看一下。好。咪老同學約好去我去看野球比賽啦。冇要緊啦，等下後有機會再衝下去。好，我來看一下有冇嘅事件。哇！用嘅咧，用嘅。我教下古定人講法，一下已經12點3分咧。哈，一下爭3分鐘，應該咪買數吧？你等重新整理下，行。好，你唔知啦。也比演唱會門票還卡難搶。又會按呢咯，依然買槍咧。阿妹，哎呦，人熱發餅真是賣到暗號哦。真嘅會死你！我已經想是凍久誒，看你都想唔到。冇想看啊！我老人講，呀，熱發餅食太多會變太口，一擺冇買到肚吼，做得夾肚吼。我真冇太口咧。開玩笑嘅啦。好啦，我們講一下有其他節目係咪對先？有幾咩檔好吃啊？哇，原來有熱公餅這麼的搶手哦！頭擺啊，就有朋友老愛講，記得嘅熱公餅要提早呀2個月開始來做運哦。到開放嘅時節，也全部客人就會夾打天花，因為呀，也店家嘅天花都難打哦。上次吼都打唔入去，嘅時節我還唔信呢。不過冇想到一張熱公餅比呀演唱會的門票還較難買。果然呢係當符合台灣人吼民以食為天嘅性格哦。